头拄听到是气象署上新的说明，继续来关心现场的情形。这是受小犬风台影响，高雄伫今仔日停班停课。虽然即马是无啥雨，也毋过风是真透，有树啊互风扇倒去，而且造成上千户停电。美岛区风力甚至是达到12级。咱即马就要连线人伫高雄台记的台记者钟义辉，请义辉甲咱讲高雄的情形。义辉。 是主播记者目前是伫高雄美岛沿海遮，受到中台小犬的影响，全台是进入警戒。会当看到我后壁的看台拢要互风吹倒去，可见风台风力是非常的强。伫美岛沿海的风力嘛有高达12级，海涌嘛有2米高。伫高雄市今仔日初5是停班停课的情形，若是风雨带来灾情，昨暝高雄暗时到今仔日透早，其实是无啥物雨，主要是受到强风影响，有一寡路树、路顶机车嘛拢 互风吹倒，阁有一寡停电状况。原本高雄市昨暝停电数高达7000外户，经过抢修了后，到今仔日透早7点，根据台电统计，高雄即马剩400外户停电尔。根据今仔日上新中央气象署的显示，中台小犬目前伫台湾南平附近，风台目当咧伫南台湾通过了后，风台就要进入台湾海峡的南部，继续往西前进。伫今仔日应该爱风强风甲大雨。以上是记者钟义辉伫高雄的连续报道。